自從 Covid 之後，香港人嘅生活方式改變咗好多，大家都可以在家工作。咁你理想嘅居所又係點樣嘅呢？不如睇下呢個單位啱唔啱你？如果你個小朋友係喺 Harrods International School 度讀書，咁就要認真啲睇下呢個單位啦。呢個單位嘅特色就係無論客廳、主人房同埋兩間客房嘅景觀都係望住海嘅，廚房都好光猛嘅。屋苑嘅配套設施就更加無敵。你睇下呢個空間幾大幾舒服。食完晚飯同太太落去花園度行下、散下步，又可以增進感情，順便仲減埋肥啊！屋苑有室外、室內嘅游泳池，游完水跟住就落去健身房去鍛鍊身體 ，cardio 同重力訓練就唔少得啦。小朋友都需要放電嘅喎，呢個屋苑就設有室內同埋室外嘅 playground， 仲有機會識到好多新朋友仔添。屋苑除咗呢啲設施之外，更有籃球場、羽毛球場、壁球場、乒乓波台、網球場同埋燒烤區。屋苑嘅穿梭巴士係出到荃灣地鐵站，如果想要買個車位嘅，加多80萬就得㗎啦。